政治係經濟嘅集中表現，以跨社會學科角度評論政治經濟，觀點獨特，只此一家。Q 仔黎則奮，政治經濟學。好啦，11:04啊，翻嚟前進投資會嘅時間啦吓，咁而家恒指咧升緊咧48點吓，19,088點啊，成交金額咧去到207億啦，終於破翻200億啦。國指咧就係升緊咧大概10點啊，10,360點嘅，即係升幅咧顯著收窄啦，因為內地咧上證指數咧就係跌緊咧係接近19點啊，2,342點啊，都係接近翻咧今日嘅低位啦，做緊第二個底啊，暫時睇下有冇機會啦。喺稍後時間掹翻上去啊，咁如果係咧的話咧，咁港股咧就表現會好翻啲嚇。咁 Q 爺今日有咩政治經濟同我哋即係分享咧？我哋今日咧，大家睇報紙都知道啦，即係要揸一陣蘋果，即係今次呢個區議會選舉咧，其實香港人學咗一樣嘢，就係即係領略到咧，即係共產黨咧嘅威力。即係講黨真係叻嘅啫，唔淨止識種票，仲識種人。但係其實呢樣嘢咧就唔係識漂白添，即係唔係真係即係新聞嚟嘅。因為點解咧？即係講真，我喺90年代咧已經知道呢件事。即係其實如果你睇睇即係中共點解，我諗最叻個人咧應該係以前嘅總督韋奕信。係。咁佢即係人呢個人真係有智慧。因為佢話呢個中國咧就係中共咧就唔係反對選舉嘅，即係佢唔一定反對民主選舉。不過咧。佢只係想知道咧，預知每一次選舉嘅結果嘅啫。咁即係話，如果咧，即係有100%保證咧，即係聽日普選啦、雙普選啦，即係中共嘅即係親共者一定贏到的話咧，聽日就可以即刻普選㗎啦。即係個道理就咁簡單啫嘛。嗱，咁你睇翻即係呢一個即係香港啦，即係回歸中國啦，即係中英簽訂聯合聲明啦。咁由嗰陣開始咧，就係每一天咧。其實中央咧都可以咧，就係派150人落嚟香港㗎嘛。係。咁因為點解咧？即係雖然話中共咧一方面就唔承認3條不平等條約啫，但實際上就要承認喎。因為點解？就係因為3條不平等條約，淨係得呢個港島咧就係割讓咗俾呢個英國，界唔界以北咧其實都係租借地嚟嘅。咁所以變咗咧喺歷史上咧，中國人嚟香港咧就其實唔需要英國人批准嘅，即係只要中國嗰邊放行咧就 OK 㗎啦。咁但係中英雙方咧，你由即係戰後咧，即係雙方都有個默契㗎嘛。咁你因為60年代嗰陣時咧，即係香港就係大陸好多人咧逃難嚟香港，咁所以變咗做咗香港嘅繁榮。咁但係其後咧，即係香港嘅所謂移民政策一路都改變啦，包括有所謂抵壘政策啦。到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咗之後咧，咁啊大家有個默契啦，就係每日咧，即係呢個中國就可以咧就係法定嘅150人就嚟香港。其實我當時已經覺得咧，呢一個就係即係鄧小平一個偉大嘅設計嚟嘅，因為點解咧？即係鄧小平就話香港係會保持50年不變啊嘛。如果你乘50年咧，每日150人，乘一年365日，一年咧已經大概有4-5萬人嚟咗香港啊。由1984年去到而家嚟講幾多年啊？回歸咗，84嗰個16，再加而家11，已經27年啦。即係超過100萬人咧，係用咁嘅途徑咧，其實嚟咗香港。嗱，如果理論上咧，即係以前嚟講呢個咁嘅，即係嚟香港咧，就志在係所謂家庭團聚嘅多啊嘛。係。咁但係其實由一開始咧已經出現個問題，一方面一個貪污嘅問題，因為當時嚟講150個最初嘅時候咧，就係各省市都有 quota 嘅。咁各省市嘅 quota 就奇貨可居啦，就唔係真係你有個親屬喺香港，父母你一定嚟到啊，因為嗰個咧，你知內地啊咁多啲咁嘅即係官僚民族啊，可以控制得到啊。佢其實係將個 quota 賣咗俾人啫嘛。冇錯。咁當時其實有市價嘅，即係譬如香港嚟講，即係第一批嘅所謂即係我本來唔想用啲聽，但係呢個係個新聞名詞啊，所謂北姑啊，即係嚟到香港咧，其實都係80年代啫嘛。咁呢啲9成9咧，全部咧都係買個單程證落嚟嘅，要俾錢嘅。即係當時嗰個市價咧，其實係幾十萬，知唔知？即係變咗每一個各省市嘅官僚咧，淨係呢啲咁嘅 quota 啲食到好肥啦。咁除咗咁之外咧，在司就即係有貪污賣 quota，所以搞到點解香港有所謂居留權嘅問題啊？即係話有啲人其實喺大陸有即係子女，但係因為咧嗰150個咧就俾人哋係即係咁樣用咗啊嘛。咁另一個就係政治嘅移民咯。其實嗰陣時已經係有計劃地有步驟地咧，係將呢啲即係內地嘅人咧就種植咗嚟香港啦，已經係
因為喺90年代初咧，我一次翻大陸咧，即係商討關於嘅，即係喺中山嘅所謂地產投資事宜啊。咁其中一個可能變咗做 partner 嘅，就係廣州嘅公安。嗰個公安已經翻咗上去廣州做公安啦，但係佢喺落咗嚟香港，已經係7年攞咗身份證㗎啦。咁我已經係知道咧，就話其實呢個即係中共由80年代開始咧，已經有計劃地不斷大批政治移民咗嚟香港。呢個就係預備將來咧，其實完成鄧小平嘅偉大構思嘛。50年之後，你諗下，原有香港土生土長嗰啲香港人都已經拜拜啦，係咪先？咁你咪呢一方面咪令到中港係即係結合埋一體啦。到時嚟講，其實香港同中國係冇分別㗎。嗱，喺法理上咧，即係琴日俾呢個蘋果踢爆嘅，即係揭穿嗰個以前做中聯辦嘅官員，而家就係即係變咗咧，就係以一個平民嘅身份咧，即係做呢個觀塘地區左派咁參選咗區議員。咁啊，今日即係作為黨員嘅曾鈺成啊出嚟幫佢撐啦，即係講法律啦。咁啊表面上係冇錯嘅，因為點解咧？即係任何人無論佢做咩機構都好，如果根據基本法，佢哋如果住滿7年，攞咗呢個3星，咁啊佢的確有選舉同被選舉權嘅喎。咁但係個問題喺邊一度咧？即係呢個只不過係冰山一角啫嘛，因為好明顯都係有內鬼踢爆㗎啦，咁咪點俾咗蘋果啊登咗出嚟啊？但係如果實際上係中共係有計劃係咁樣大批係政治殖民的話咧，咁你仲講咩即係一國兩制，即係港人治港啫？你不如坦白啲講就話，即係由翻即係共產黨嚟管好過啦，係咪？咁所以由呢一個區會選舉嘅種票到而家眾人咧，就應該令到香港人咧就好清醒，就知道啦，即係所謂即係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啦，其實都係一啲即係騙人嘅大話嚟嘅啫。你千祈就唔好信啦，即係根本即係如果你真係支持民主，即係我覺得其實民主咧，即係同愛國咧喺香港嚟講係有衝突㗎。即係民主派，即係當然咧，而家睇到民主派嘅反應，我又覺得好好笑嘅，因為點解咧？譬如啱啱睇電視啊，民主黨啊，劉慧卿嗰啲咪個個都係率眾入去抗議啊，攬咁教。但係今次要值得讚咧，就係第一係廉署，因為廉署咧，即係講喺個選舉期間裏邊咧，其實有個別政黨已經受到呢個左派不斷嘅干擾啊，例如好似公民黨喺地區裏邊咧，即係左派整咗個所謂愛護香港協會，即係不斷咧，香港力量。即係愛即係唔知乜鬼嘢名都好咧，呢啲巧立名目咧，呢啲好明顯係啲左派外圍組織嚟㗎啦。嘅目的就一路咧就係就呢個居港，即係外傭居港權同埋港珠澳大橋嘅司法覆核裏邊咧不斷攻擊你。咁你今次咧，即係左派係聰明啊，佢唔使由工聯會同埋民建聯呢啲正宗嘅建制派、親中派係出嚟講啊，揾啲外圍組織嚟咧就係即係糾纏，即係干擾你，又不斷散播謠言啦。嗱，其實呢個公民黨都有報到警嘅。係選舉事務處投訴過啊，咁但係好明顯咧，呢個選舉事務處其實都係唔公正㗎啦，佢根本唔會喺個選舉之前去處理呢個事件啊嘛。結果你完咗之後，你咪輸咗啦，係咪先？好啦，而家揭露出嚟咧，除咗呢啲咁嘅干擾之外，又種票又種人，你梗係呢個唔係一個公平公正公開嘅選舉啦。嗱，如果政治上，我覺得咧，而家你即係譬如你今日睇報紙咧，民主黨都喺根據明報嘅報導啦，佢提出咗798個問題個案交俾廉署。其實遍佈差唔多香港18區，區區都有啊，即係不同即係大多地區啊。咁我哋係咪應該諗下，其實過去啱啱完成呢個區議會選舉，係咪真正係一個公平、公正、公開嘅選舉咧？即係如果確定根本都唔係嘅，其實係咪一個正確嘅政治做法咧？係應該全面取消，重新選過。哇！呢個先至係真正嘅政治答案啊嘛。選個啱嘅係啊。因為點解咧？即係唔係個別例？你睇到民主黨同埋啲民協嗰啲咧，佢只係就自己，因為可能輸咗幾票或者幾廿票咧，就走去即係選舉情景複核，咁啊想即係其實都係貪要翻個位嘅。咁但係而家成個話俾香港人聽咧，呢個區議會選舉咧，由頭到尾今次嚟講咧，係典型咧係一個唔係公平公正公開選舉啊嘛。嗱，呢個俄羅斯啱啱選到啊，啱啱選舉過咗啊，即係而家真正有民主嗰啲選民都知道咧。今日好明顯咧，即係呢個統一嘅俄羅斯黨咧，其實控制大局。結果而家佢哋低票當選嚟嘅，係啊，即係真正民主。呢個咪就係咯，即係香港根本唔可以容忍一種即係咁嘅選舉方法。如果係咁的話咧，係冇意義啊！嗰啲即係一人一票選特首啊，或者係呢個即係將來呢個所有立法區嘅選，即係全面直選嘅立法會啊，係冇意義嘅。因為呢個變係一個操控選舉咯。呢一種選舉同菲律賓式嘅選舉係其實冇分別嘅。
但係 Q 日好似仲未有人就提出過話要全面成個區議會即係重選我咪提出咯。哇！我咪第一提出係，如果你真係站一個民主派嘅立場嚟講啦，其實即係香港人都要認知到，喂咁嘅選舉根本我哋唔可以接受啊。係。而家嚟講，即係如果咁多種票咧，你根本就係即係好難即係斷定其實嗰個選舉結果係咪真係客觀地反映真正嘅民意啊嘛。如果既然係咁的話咧，其實喺政治上咧，其實立法會議員咧應該係喺呢個立法會裏邊咧提出一個咁嘅提議。不過而家唔係啊，民主派啲全部淨係為咗自己利益啫嘛。去種票嘛，咁但係咧，如果佢重新選嗰個時候，佢重新部署過，變咗即係冇咁容易俾人查到咪得嘅啫。喂，咁但係嗱，首先我話點解即係讚廉署，因為今次咧就係即刻拉咗即係22個涉眾票者啦，咁有6人會提堂啦。咁唔知嗰個結果係點啊？咁第一起碼會有一個阻嚇嘅作用先啦，係嘛？即係同埋就係即係顯示俾人睇咧。即係我哋其實要維持呢個選舉嘅公正啊嘛，翻嚟再講過。好啦，咁啊而家恒指咧升緊49點啊，翻嚟繼續。股波馬期金匯資訊樣樣精，前進投資會各路專家雲集，助你投資致富。好啦，11點17分啊，翻嚟啦，前進投資會嘅時間啊，恒指咧而家咧係升緊38點啊，19078點嘅。上證方面咧就跌緊呢21點啊，2339點，仲未止瀉喎，暫時嚇咁睇下之後有冇機會啦嚇。咁啊 Q 爺繼續呢個政治經濟，繼續咧就係呢一個咁嘅廉署咧，而家暫時嘅行動咧都叫做做咗嘢，不過咧。就唔係真係打老虎，因為點解咧？而家佢針對呢個選區咧，就係京士柏嗰度咧，就係其實係呢個主要好似係民協咧同呢個民建聯啊，即係對壘嘅，即係相差咧，只不過係輸咗2票。咁但係其實咧，今次揭發出嚟裏邊咧，即係最重要嘅選區咧，包括咧就係咧同我哋嘅同事德哥有關係嘅，即係美孚嘅選區啦，即係嗰時已經係證實咗有人喺度種票啦，牽涉到係廣東即係省茂名市嘅政協啊梁平啊，同埋咧呢個紅磡。又擺明係中票，如果唔係阿許黃芬係唔會贏到嘅。咁所以其實咧嗱，如果呢個泛民咧，即係我覺得淨係走去呢個廉署嗰步係冇用嘅。即係如果你真係有政治行動咧，應該咧即係搞翻自由行示威啊，俾啲壓力呢個政府，即係俾啲壓力呢個廉署，應該咧係嚴法即係執行。點解咧？因為而家真憑實據已經揭露咗出嚟咧，呢個特區政府咧，雖然其實都係話就話呢個一國兩制即係獨立啫，其實咧爭權啊，成班友成日都要睇呢個中聯辦裏面識做人噶嘛。咁但係今次嚟講，因為爆咗出嚟咧，連中聯辦咧都唔敢，即係唔敢出嚟撐啦。咁呢個高鐵平咧，淨係避添嘛。咁係個個都唔發言。咁今日立到左報咧。就係呢個文匯報都好啲，即係起碼有半版咧報到個新聞。大公報咧完全好似當呢單新聞唔存在，係冇關於呢單咧，即係所謂眾人嘅新聞㗎喎。係喎，條好咁犀利新聞冇添嘛，大公報。係冇嘅。冇搞錯。因為新聞係琴日明報呢個蘋果踢爆，咁今日差唔多所有報紙都係，即係就算唔係頭條咧，都係大幅報導嘅，即係關於呢件事。咁呢個其實牽涉到咧，就係香港嗰個成個民主政制啊，同埋民主化發展嘅過程係非常之重要啊嘛。喂，如果係可以係通過咁嘅即係冇幣式嘅方式去攞到即係席位嘅，咁咪選舉其實冇意義㗎啦。即係啲民主即係要嚟做乜啫？呢啲係落後國家菲律賓式嘅民主嚟㗎嘛。係冇錯冇錯。大家即係根本可以即係再遲啲發展埋，好似你買票都得啦，係咪先？係咯，係嘛？個個洗白白啊！乜黃春平連自己個姓都改埋，係嘛？咁啊，陳鑑林仲話佢英雄莫問出處添嚇。喂，但係點解啲人會針對個問題啊？其實當然你又查唔到嘅，即係我就肯定咧，呢個黃春平咧應該冇退黨㗎。你冇可能即係喺中聯辦做到一個即係副處級嘅人物，冇可能唔係嗰隻共產黨員喎。係啊，咁即係話證明佢雖然而家唔係中聯辦嘅官員啫，但係實際上佢都當然啦。而家你知道即係港安都明目張膽啊！即係譬如話，即係喺呢個嶺南學生會選舉咁，一樣都有人講明我係共產黨嘅身份係嘛？即係喺呢個城大裏邊都講明係共青團。咁啊，當然咧，即係個事實上咧，就係即係中國共產黨咧有成7000幾萬嘅黨員咧，連埋呢啲。即係共青團啊，同埋啲少先隊啊，分成過億㗎嘛。咁你咁經過咗即係成20幾年嘅移民政策，呢啲真係移民啊，係政治移民啊，即係將內地啲咁嘅特務啊、共產黨啊，全部移晒嚟香港啦。咁啊，其實喺香港咁大話咧，即係100幾廿萬就閒閒地嘅，即係喺香港嘅全部嘅共產黨啊。即係如果講得唔好聽咧，即係如果你當癌細胞，即係咁嚟計啊，呢啲共產黨已經變咗香港癌細胞㗎啦。你係冇辦法係。
即係 do without it 就係呢個冇計咁真係。要適應喎，咁即係話充斥係即係你變咗你有癌症嘅時候，你都要點樣睇下調理嘅問題啦，係咪先？即係而家你其實喺任何啲即係政黨組織又好，或者社會組織啦，有甚至我相信呢個政府部門裏邊咧，其實都係全面滲透嘅已經係，即係全面滲透咁。只不過咧，今次俾人哋捉到啲頭面嘅人物咧，先知道令到啲香港人咧嘅驚覺到即係呢件事啫嘛。咁呢個咁嘅事情發生咧，其實可能咧係有利即係明年嗰個立法會選舉喎，即係呢個鐘擺效應咧可能會擺翻呢邊啊。即係啲可以催谷到啲即係選民可能就投反係啊，因為而家香港人咧，你真係要維持，即係其實咁講，即係如果你真係愛香港同埋維護香港嘅利益咧，係唔可以咧，即係全面一面倒咧去晒一國嗰邊嘅。我就係講過咧，即係民主，即係其實呢個民主派咧有一張牌就可以打嘅。當然呢個唔包括民主黨在內啦，因為民主黨最大嘅問題就係咩咧？就因為咧佢哋成日標榜愛國啊嘛。咁咪即係呢個當然係受呢個已故嘅司徒華影響啦。即係而家呢個民主黨嘅轉替，亦都因為有個其實都係呢個根本共產黨自己有嘅司徒華咧影響住，即係影響住佢哋。即係喺一國兩制裏邊，香港要維持自己嘅獨立性，即係保持呢個兩制咧。其實某個程度上嚟講咧，係根本咧係唔需要講愛國嘅，同埋應該咧即係要抗拒呢個，即係意識形態上呢個其實係一個病毒嚟嘅。因為點解咧？即係如果你成日講愛國嘅時候咧，你下下好多時嘅考慮咧，你就會從翻一國考慮多過兩制。咁但一國兩制裏邊其實係嗰個即係勢力係即係強弱懸殊對比又太過大啊嘛，所以要維持香港嘅自主性同獨立性咧，其實我哋強調愛香港就得嘅，即係呢個反而係最重要嘅。咁亦都係咧，即係我係相信咧，即係其實我有個信心咧，即係只要呢個公民黨咧，即係打正旗號，即係站喺呢個香港本位，即係強調愛港，即係唔使愛國嘅咧，即係愛國其實冇意思咁啫。即係以香港為本位的話咧，其實一定可以喺每區裏邊咧，即係揾到個票，因為呢啲你喺個人口組成裏邊咧。點都大話咧，至少有1/3㗎嘛。呢1/3就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同埋咧好多其實已經喺外國咧攞到居留權或者持有外國護照人，即係我哋唔需要因為咁而怕共產黨啊嘛。即係呢個反而就係即係要維護香港即係嘅基本核心價值，香港嘅民主制度係抗拒呢啲癌細胞嘅入侵裏邊咧唯一嘅方法嚟嘅，係冇辦法。即係你想完全清除晒癌細胞咧，根本就冇可能。因為始終個力量對比太過大啦，即係同埋根本而家要入嚟香港太過容易啊，已經係，即係已經冇咗，即係同以前唔同啦。即係香港從來都冇一個自己嘅自主性，可以喺個移民政策上裏邊咧係阻截所謂內地人嚟香港啊嘛。同以前港英時代唔同喎。如果港英時代大家知道咧，港英有所謂遞界政策㗎喎，因為以前嚟講被發現咧，即係我最近發現一件事，不過好多人唔識歷史啊。最近即係嗰啲警民公共關係科裏邊有一個人咧，有個名叫曾超科啊嘛，我一睇到覺得好好笑，因為點解咧？原來當年喺50年代裏邊咧，中共潛伏喺警隊裏邊第一個被港英拉到嘅特務咧，就亦 exactly 一樣啊，就叫曾超科，即係寫法係一樣，當然唔係嗰個人啦，嗰人啊當時已經係做到警司級㗎啦，即係你諗下喺港英管治時期咧，中共都好有計劃地要滲透，即係港英嘅即係警察部門，何況回歸之後，即係唔全面滲透即係奇啦，真係係咪先？即係點會真係即係讓你班人即係中意點搞點搞啦？所以咧嗱，雖然我咧就話林三木其實唔係幾識政治，但係咧林三木喺回歸時期裏邊咧有一篇文章，我覺得寫得非常之好嘅。到而家嚟講咧，咁仲記得回歸之前嘅文章。係啊，呢篇文章到而家嚟講都係即係歷史證明咧係講得非常之啱嘅。咁呢篇文咧係曾經令到香港左派啊同埋呢個中方係非常之興嘅，就叫做咩咧？就係叫呢個烏龜與蠍子的故事教訓。咁啊，即係因為當時嚟講呢個中英前途談判嘅時候咧，咁林三木講就話，其實香港人咧就唔應該信共產黨，總之任何嘅建議都唔應該接受，因為點解咧？即係其實個關係咧，香港人同呢個中共關係咧就好似烏龜同埋隻蠍子一樣。咁你蠍子咧為咗要過河咧，咁啊氹隻烏龜嗱，你孭我過去啊，因為要回歸啊嘛，係咪啊？即係我唔會搞你嘅咁樣。咁你烏龜就即係信咗佢，咁啊孭隻蠍子過河，點知行到去河中間裏邊咧，因為蠍子嘅本性咧
就中意吉人嘅嘛，係咪先？即係忍唔住一都要吉一吉。咁因為吉嘅關係咧，結果咧就係即係呢個即係人仰馬福咯，係咪？大家翻身到大海裏邊一齊咧，即係掛好襯咯。咁而家香港情況就係咁咯，即係你接受咗即係回歸啊嘛。咁啊中國啲記者雖然一再保證就話即係唔會干預香港事務啊嘛，咁點會唔會干預香港事務啫？佢係蠍子嚟㗎嘛，佢本性就要即係就係要吉你㗎嘛，所以而家咪所以啲針出嚟吉你咯，即係所以而家呢件事咧其實好啊，即係等啲香港人咧喺真正香港出現普選之前咧，即係頭腦清醒一下，睇清楚翻，所以變咗你下次選舉咧應該知所依歸，就唔好俾啲表面嗰啲即係講下啲嘢就氹，即係就氹得落搭。太容易俾係咪太容易俾共產黨呃咧？嗬？咁係啊。即係香港人冇乜政治意識㗎嘛，要睇多啲，特別新一代嚟講，即係未經驗過呢樣嘢。係啊，上一輩就唔同，我上一輩因為經歷過即係50-60年代入邊，即係共產黨嘅統治嗰啲較為清楚知道共產黨咧嘅本質係啲乜嘢。嗱，雖然而家共產黨已經唔係再係即係會共人產嘅黨，因為佢根本都唔係講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但係佢係變成一個新嘅官僚資本嘅集團啊嘛，同埋無論就國家利益或者也好，或者為咗呢個集團嘅利益也好，或者個人官僚嘅利益也好咧，其實即係從價值觀到實際利益咧，同香港人咧都有一定嘅即係矛盾嘅。呢個我哋必須要注意。所以真係要讀多啲歷史啊，聽多啲阿 Q 爺政治經濟學。如果咧大家想咧重溫翻阿 Q 爺嘅政治經濟學嘅話咧，咁啊可以上去啦，因為我哋而家開始咧就做翻啦政治經濟學嘅節目重溫啊。上嚟咧前進投資會嘅 Facebook 專頁啊，前就係金錢嘅前進，就進步嘅進，前進投資會嘅 Facebook 專頁咧，咁喺我哋嗰個咧左手邊嘅介紹部分咧就有個節目重溫嘅咧網頁嘅，咁嗰度咧就可以聽翻啦嚇 Q 爺政治經濟學嘅啲精華片段啊，咁啊啱啱就上載咗係12月2號嗰節嘅政治經濟學啊，咁啊有機會大家可以上去咧聽翻嚇。